嗨，大家好，歡迎嚟到當你嘅頻道。今日咧，我講嘅話題都幾有意思下嘅，就係但問對錯不落因果呢種中國人嘅思維模式。我哋都知道中國人係最中意講對錯嘅，無論係網絡輿論啦，無論係出咗咩事啦，唔理係學生跳樓啦，當官嘅一啲出問題啦，公共場合嘅衝突啦，每次所有人都會問邊個應該負責，邊個係當需被鬧，邊個先至係壞人。但係好少人會有好理性同埋好有邏輯咁樣問一句：點解呢樣嘢會發生？係邊啲機制、流程、盲點導致咗呢啲嘢嘅發生？係好少人會咁樣問呢啲嘢嘅。同中國人嘅性格特點一樣，我哋都係太快咁樣想知道邊個係啱，邊個係唔啱，就好有人會有耐心咁樣去追問啲因果嘅鏈條係點嘅。我哋批判得好多，改變得好少，熱血好容易沸騰，但係咧，同樣嘅問題總係原封不動咁樣原地踏步。所以咧，導致呢啲所有現象嘅特質嘅一個終結性嘅問題，可以歸根到點解我哋唔中意去問因果？點解中國社會只係會識得顯露情緒上嘅對錯，而唔會去追究結構上面嘅邏輯？而呢個問題嘅存在係咪悲劇一次又一次咁樣重演嘅根本嘅原因呢？首先咧，造成呢種現象嘅因素咧嘅第一個咧就係中國人從細咧就係訓練去判斷立場，而唔去問原因。中國嘅基礎教育從小學開始就有一個好鮮明嘅特點，強調你一定要有好鮮明嘅態度，表現出你係啱定係錯，而唔係邏輯推理。我哋記唔記得我哋寫作文嘅時候咧，老師教我哋點寫啊？最中意嘅一句評語咧就係立場堅定，其次鮮明。但我咧好少會鼓勵我哋去寫一篇嘗試分析問題多種成因嘅文章。我哋做個閱讀理解亦都係有固定答案嘅。開放性嘅閱讀理解本身應該答案好多種噶嘛，但係咧，如果你想攞到高分咧，你嘅答案就一定要跟隨主流嘅價值，跟隨老師課堂上邊所講嘅嘢，先至係啱嘅。如果你話呢個人也許不是壞人，佢只係個制度嘅受害者，老師都會講你係答非所問。呢種教育體制教出嚟嘅結果咧，就係判斷快、追問少、立場重、邏輯輕，久而久之就成個社會都變成係咁啦。聽完一個故仔，第一個反應就係邊個係好人，邊個係壞人，邊個係啱嘅，邊個係衰嘅。睇到個事件，第一個反應就係佢點解會可以咁呢？而唔係呢件事點解會發生，而唔係去諗背後更加深層次導致呢件事嘅原因。我哋從來都唔識得去構建因果關係，只係識得貼上道德嘅標籤。舉個案例嚟講啦，就係學生跳樓嘅嘢。呢幾年嚟咧，幾乎每年每一個大城市入邊都會爆出學生跳樓嘅問題。武漢、昆明、鄭州、哈爾濱，幾乎每年都有一兩個城市。但係每次新聞爆出嚟嘅都係震驚一時，然後咧個輿論就開始分裂啦。學生太過脆弱，老師體罰，學校唔負責任，家長嘅教育方式有問題，係家長啱，家長唔啱，學校唔啱，學校唔啱，老師啱唔啱，跳樓嘅學生啱唔啱？但係咧，冇人會咁樣追問中國學校嘅危機干預機制係點樣運作嘅？有冇心理預警嘅系統？老師有冇經過情緒識別同埋語言邊界嘅專業訓練？
有冇評估過長期應試壓力對後生仔後生女精神所造成嘅系統性嘅影響？呢啲問題有冇人好系統咁樣討論過呢？冇，因為我哋好快咁樣就進入到因果邏輯關係嘅現場，所以3-2個月之後大家都唔記得咗啦。1年之後同樣嘅事情繼續發生，學生繼續會跳樓，只不過係從 A 城市去到咗 B 城市。每一次呢啲事情咧都會喧嘩一時，震撼人心，但係每一次都冇一個系統性嘅反思。問題就喺呢種不問因果嘅氛圍入邊，咁樣一次又一次咁樣重複咁樣上演咯。我哋再嚟睇另一個案例，我個人遇上都幾多嘅，就係點解中國人到咗國外普遍都唔受歡迎，但係從來都唔問點解。中國人到咗出邊，幾乎嘅所有嘅遭遇都係犯眾憎。呢個現象其實唔少中國人自己都知嘅，但係輿論嘅反應就好有意思啦。你會聽到兩種聲音，一種係好憤怒嘅，認為呢啲係歧視，外國人傲慢，睇唔起中國人；另一種咧就係民族主義、自衛式嘅對錯論。我哋中國人勤勞勇敢，素質唔低，自己太過於玻璃心。但係問題係有冇人真正冷靜咁樣、系統咁樣去問過？中國人到咗國外之後，響文化溝通、生活習慣、生活方式係咪存在住一啲難以融合嘅共性問題呢？我哋嘅教育同埋社會機制並冇教識我哋點樣響去適合多元制嘅文化嘅尊重同埋表達呢？響集體主義、權威主義同埋面子文化嘅影響下邊，我哋中國人係咪響不自知嘅情況下，往往就帶住一種控制感同埋防禦性嘅意識入去到人哋嘅社會入邊呢？好少人去討論呢啲結構性文化性嘅因果問題，因為一旦討論呢啲，你就會承認有啲唔係咁受歡迎，唔係因為人哋錯咗，而係因為我哋自己仲有好多需要改進同埋調整嘅地方。呢種複雜嘅自我反思，響中國嘅輿論入邊係非常之缺位嘅。我哋更加熟悉、更加擅長嘅係揾敵人、貼標籤、批判性歧視。於是乎，每次遇到排斥、衝突、唔適應，我哋都會問佢哋啱唔啱，但係冇人會問我哋係咪存在一啲嘅問題冇察覺到呢？最終嘅結果就係誤解無法化解，矛盾無法緩和。中國人響海外嘅處境永遠都係咁尷尬、咁緊張。呢種局面真正係講對錯、不問因果嘅社會思維方式響國際層面遭遇嘅一種衍生。中國社會抗拒因果有3個好重要嘅原因嘅。第一個咧就係教育入邊少咗邏輯教育啦。我哋習慣咗標準答案，係冇分析能力，講對錯比講因果係簡單好得多。第二個咧就係制度上邊唔鼓勵追責，一旦你追問點解會發生，好可能就會觸碰到制度性嘅灰色區域同埋責任鏈。所以咧，越係往高處走咧，就越需要淡化原因、模糊責任。第三個咧就係輿論空間好容易咁情緒化，網絡上邊更加中意係死灰復燃嘅情緒對抗，而唔係冷靜複雜嘅機制分析。所以邊個該死，邊個無恥，邊個站錯隊，呢個係更比事情係點樣形成嘅更加容易會成為社會嘅頭條。所以咪咁一日計一日，長此以往就生活喺個充滿是非判斷，但係就冇邏輯因果嘅公共空間入邊咯。當一個社會唔講因果，只係講對錯，就會出現呢啲嘢啦。第一，事情總係會重複咁樣發生，因為係你冇修正機制，每次只係識揾到嗰個衰人、嗰個壞人，鬧佢一餐，然後件事就過咗。第二咧就係輿論會越嚟越極端，
因為每次都只能靠立場同埋標籤嚟分陣營，越鬧就越激，但係冇人提出解決方案。第三，系統變得免疫，權力同埋制度發現，反正啲人只係鬧一陣就過咗，佢哋唔會嚟拆解問題嘅因果結構。當呢場對錯風暴過咗之後，一切又會好似乜都冇發生過咁樣，一如既往。呢個就係我哋當下嘅社會狀態，一個批判熱烈、機制冷漠嘅社會。從開始講到呢度，我哋都好清楚啦，就係所有嘢一定要係拆解決嘅因果結構。你知道因，知道果，先至可以避免事情重複咁樣發生。我個人咧對一個詞非常之敏感，就係輪迴。因為所有嘢，如果你唔知佢嘅因果關係，你唔知道呢樣嘅結果係由咁樣嘅原因發生，咁如果你唔去拆解呢樣嘢，同樣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咁樣發生，呢樣嘢就叫做輪迴。我相信每一個人從自身自己嘅過往嘅經驗都可以理解呢樣嘢輪迴，係咪？咁對於好多負面嘅事情發生，咁只有係拆解佢哋嘅因果邏輯，淡化事情嘅對錯標籤，咁先至會有解。如果唔係，呢種惡性循環、惡性輪迴，只能夠一次又一次咁樣發生。呢樣嘢對於自己個人嘅修養又好，對於社會嚟講都係非常嚴重嘅一樣嘢。呢個亦都係點解我會揀不問因果，但問對錯呢樣嘢嘅特質，對中國社會嘅危害其實影響有幾大？一個社會入邊，我哋當然係要講對錯啦，因為價值判斷係社會嘅底線嚟嘅。但係咧，響啱唔啱之前咧，我哋係咪更加需要一種有能力、有勇氣咁樣去講因果咧？如果唔係，所有嘅批判都只不過係會流於表面，所有嘅憤怒都只會係簡單嘅重複。真正咁樣推動社會進步嘅，唔係鬧人、鬧物、鬧事，而係理解，唔係去搏一個個咁樣俾人哋貼標籤，而係去拆解呢件事情嘅因果。希望我哋每個人都學識提問啦，無論發生咩事，先問點解會發生咁樣嘅結果，佢嘅直接嘅原因係咩？佢間接嘅因素又係啲乜？當我哋識得拆解呢啲因果結構嘅時候，咁我哋自己亦都會變成一個理性嘅人，就唔會掉入到嗰種無窮無盡嘅循環入邊。好啦，今期就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收睇我嘅頻道，我哋下次再傾過啊！我係 Donny，拜拜。